小，啊，跟你迄个楼顶的裤卡倒来，你搞伊叫。我唔惊你就讲啦，你抢我人啦！你也是你讲哪路？你家己走到房间看着我无穿衫，我讲你呢？安尼会减一个？这个无路用的哦，讲的人像我麻油加酒了，就酒醉了，再困。三立台湾台用心8点动画片，一家人。更小心啊，安尼啦。三色 B 小姐，你会来上介绍甲跳楼，你进来甲带回啊！你这笨蛋，我讲你大细声，你吹起听。人是拢抛绣球揪亲，你是等下衫咧揪红衫，你一步赞的赞。别人到附近华高大楼顶咯，有参就带一个人呢。小公公下啦！你是免甲我讲，第一遍看过亲像我这种小鲜肉的肉体。到底是要洗后歹洗啊？紧的啊！咱大家当做伙耍。没有你啦，总要开玻璃做的，手的。你这塑胶做。好啊。间接接吻，拉萨棍。用幼稚的玩具，我甲你会干。一位林先生，叶小秋小姐哦，伊的心智年龄够不够？他若是用较专业的术语来解决，就是心智发育迟缓，一起口头。跳高！哎，听我不能重幼稚，我有够对，哎。哇，游乐场哎，我最喜欢游乐场了，这里是我童年的梦想。直销妹，把车不要开，等下你搞我好不好？好，冇问题。郑凯，你杯饮料自家就好啉咩？叫我啉水。好啊。三立台湾台，一家人，间接接，拉萨棍。你听知影我爸到底是咧干啥用？个人基金补充体力。真正有过分呢。我讲话无方便啦。建庆哥哥，你今晚睡过来找我啦？啊无，我想随过找你吼。讲个你真知，我若是无注意就作怪。个人基金补充体力。建庆哥哥，我看到爸甲一个就要叫。郑凯，我目睭我刚叫睫毛擦掉，你睇看目睭无？你想出来别照一下除毛吧。郑凯，我目睭我刚叫睫毛擦掉，你睇看目睭无？这张郑凯，我够太高哎，跟头白脸哎，有这么急吗？徐爱玲，是我女朋友，我无希望你安尼误会我。关我啥代志啊？叶小秋，你是在外面在想我？你那若是迄个威廉王子，你可能安尼想你。放手啦！我唔放，我就是唔放。